今次咧就做一個爸爸啦。咁呢個角色難在或者係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個時代背景，即係喺日本啦。咁即係盡量去了解下日本一啲嘅文化或者係即係佢哋起居會係點樣。不過當然啦，呢一個戲入邊因為圍繞一個家庭，咁呢一個係一個單親嘅家庭啦。咁爸爸有兩個女，要講到有生活。咁其實呢個生活裏邊，呢個家庭裏邊都會有一啲所謂溫馨啦，或者一啲嘅親情嘗試去即係洋溢出嚟咁樣。不過係透過荒誕劇裏邊嗰啲好生活去滲出嚟，可能溫馨完之後，你會覺得有啲得得地嘅感覺。最中意嘅地方同最 challenge 嘅地方係一樣，因為即係坊間有地方有劇團做嘅，咁但係每一個劇團嗰條線都唔同。challenge 就係有得做喎，試下喎，點樣將一啲好荒誕嘅嘢做得好生活，喺生活裏邊又顯示到呢個好荒誕嘅人生咧。你就算唔係日本人，佢面對緊一個循環咧，我諗喺每一個人嘅生活裏邊都面對緊，因為嗰個係關係，個關係係面對自己，點樣去睇自己，點樣去同人去相處。我諗關係即係相處咯，我諗相處其中一個難嘅地方就係同自己去相處。當一件事問題去發生嘅時候，可能你會去想解決啦，你會問點解啦，可能唔係問點解啊，係要做咯，總之要做你要做嘅嘢。可能嗰個關係係唔好，可能你甚至都未必知道嗰件事點解會事敗。但係可能我哋下一步要做嘅，可能未必係問答案先，可能你就係要揾方法。喂，下一步要點做啊？做咗先，你做乜都離開唔到某一個 loop 噶啦，某一個循環。不過我諗個重點亦都唔係離唔離開到個循環，其實都避免唔到。咁就總之揾方法做我哋能夠呢一刻可以做，或者你能力能夠做到嘅嘢。我諗呢啲就係簡單啲講，就係到最後你會問心無愧，都幾 heavy 嘅課題。不過嘗試有一個輕鬆幽默，但係又荒誕嘅方式同大家去一個咁樣去說故事。This is a challenge.